自后2023年7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追求智慧着痴行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《箴言》第1章第1节到第7节。大卫的囝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。这个箴言会互人得到智慧甲教示，理解深奥的道理，会互人受教示，用智慧办代志，实践公义、公正甲公平。这个话会互憨直的人有灵巧，互少年人有知识，会晓分别事理。会互有智慧的人听了加添学习，互聪明的人得到真的见识。为互人明白箴言甲譬喻，了解智慧的人的话甲有言。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，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。追求智慧着痴行。每年7、8月是少年学生转换学校，也是进入职场的时阵。伫这竞争激烈的环境中，少年人必须快速学习好，来接受未来的挑战。总是这个社会经常互少年人伤济的压力，希望因尽快进入状况，挑大梁。学习是一种过程，有人学较紧，有人学较慢。若是社会普遍对学较慢的人并无优先，认定因已经输伫起跑点，路尾也会输伫终点。随像社会有真侪原本看若落后的人，借着毅力持之以恒，不断学习，最后通徛踮成功的舞台顶。箴言是圣经智慧文学的一部分，伊是来自智者对这个世界的经验和观察，透过格言来教导少年人关系生活的智慧。譬如第1章第20到第6节，陈明箴言通教导人安怎过明智的生活，提醒人做诚实、公正、正直的人，搁互人情中学文等。这意思是讲，人通透过学习，搁较有智慧，并伫生活中运用智慧。不过，当人的智慧哪来哪增长，也常常会互家己掠做并无需要上帝。规学学者乔拉德·蒙达捌讲过，人完全生活伫这世界，却也总是甲上帝相关。这提醒咱，就算是生活伫学习着智慧，也甲上帝有关系。因为安尼，箴言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敬畏上帝是知识的根本。真侪信靠上帝的人，一开始追求智慧的时阵，是对敬畏上帝做起点，总是会当永远有智慧也无。关键在伫敢有才调持续敬畏上帝到伫路尾。美国英格兰后裔的诗人 T.S. Eliot 也伫伊的诗集《死的死中走》中间讲，咱的追求将永无休止，一切追求的终点要回到起停的所在。若是咱要实现真正认捌的迄个地方，追求智慧是永远袂停止的。对敬畏上帝做开始，也伫敬畏上帝做结束。
甚至当咱智慧搁较增长诶时，每遍回想过去诶经历，也会当对中间重新入捌上帝，搁知影遮个经历诶真义。真正追求信仰诶人，是用敬畏上帝做开始和基础。伊诶智慧要因为安尼日日加添。不过，人诶软弱却常常是因为拥有智慧就骄傲。当然，咱袂当为着安尼惊见着，就毋敢食，无搁再追求智慧。箴言提醒：愚妄诶人藐视智慧甲教示，一旦停止追求智慧，就诚侪愚蠢诶人。相对诶，也会离开信仰，诚侪无敬畏上帝诶人。因为安尼，追求智慧毋单单只要持之以恒，也爱避免落入骄傲诶试探。关键就是知影追求智慧诶过程，拢爱用敬畏上帝做基础。默想，伫我一生中做过偌济愚蠢诶代志。为什么家己会做遐个愚蠢诶代志？甲无敬畏上帝有关系无？伫我一生中做过偌济愚蠢诶代志？为什么家己会做遐个愚蠢诶代志？这甲无敬畏上帝敢有关系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愿你诶智慧常常甲我同在。互我敬畏你，一生无浪断。愿我所行的会当持续追求智慧，却无落入伫骄傲中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